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0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富宪。最好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竹国际风车节下晡发生一个查某囡仔和风车电条的飞上天，加在人有平安落来。中国上海阁通报有一个台湾入境的旅客确诊，疫情指挥中心推断应该不是伫咧台湾两边。中度风台美萨继续增强，拜一暗到拜二早起上棍晚，新竹以北甲东部地区要注意。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意外消息，新竹当咧举办国际风车节，下晡煞发生一个查某囡仔和风车电条条倒咧飞上天，现场的阵风是超过7级，加在人有平安落来。敢若面阿妈棍有刺伤，新竹市府也即时暂停现场活动。对外面看到这个查某囡仔，和风吹尾溜架着，规个光伫咧天顶，对着风吹伫咧天顶摇来喊去，互人看到就惊。现场的民众看着拢惊一个，要去解救。风吹落来时阵，大家拢挖去解接，好加在无适合涂骹。主办单位也赶紧把这个查某囡仔送医院。没有，就这边有勒痕而已。哦，啊，他有一直哭或是很惊恐啊？哭当然一定会啊，就是全程都妈妈有陪同啊。甲人讲起嚟的就是这条长24公尺的风吹尾溜，新竹南寮渔港的海边啊，因为风正透，正适合放风吹，无想讲所发生意外。那长果风筝它用领航风筝后面加了一个很长的尾巴。那个尾巴刚好不小心去转到那个小朋友，然后就不小心把它拉上去，因为现在已经超过6级风到7级风左右的一个状况。那小朋友的伤势呢？他的伤现在的状况？小朋友没有太大的大碍，因为现在已经送去医院。跟家长以及小朋友这边，我们其实是致以相当的一个歉意。但是我相信安全是无可取代的，所以目前小朋友的部分经过国军医院这边急诊哦，那其实也有做了 X 光，所以有关于脑部、还有脊椎以及4只手脚，事实上都骨头的部分都没有问题。这个查某囡仔由工作人员陪伴，甲妈妈最近坐救护车去病院做检查。目前新竹市政府也甲现场的活动全部拢暂停。记者综合报道。Jack 国会访问团由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带领，一早起10点到地一行89人登记前先确定无感染武汉肺炎，才通坐华航包机飞来台北。这是 Jack 历来访台的上悬战绩。咱这边是派出外交部长吴钊燮代表迎接。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率领访问团坐华航专机11点到桃园国际机场。由外交部长吴钊燮代表咱政府欢迎访问团，因为伫疫情期间，双方是改用互相吸手鼓代替握手。照捷克的宪法，参议院议长的位阶只敢若伫咧总统之下。这是捷克自1989年转型做民主国家以来，相关层级的访台代表团。外交部长的人员拢带有中华民国甲捷克双方国旗图案的喙罨。捷克访问团的团员也拢挂台捷的徽章，代表台湾甲捷克之间的友谊。捷克访问团对着镜头的中华民国的国旗。表示感谢了应用防疫的需求，台湾由外交部人员引导，直接入去国宾接待室审查检疫文件，并坐专车离开机场。在过程中，并无甲一般旅客甲民众接触。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上海阁通报有一个对台湾入境的旅客确诊，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个确诊者是20多岁的台湾人，人拢住伫咧美国。8月初返来台湾完成检疫期间，拢无症状才去上海。不过，这个确诊者的抗体检验是阳性，推断伊伫咧美国染病的几率较悬。中国上海市监委会离港通报新增加3例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其中一个是台湾人。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已经问过中国的相关单位，这个个案是一位20几岁当年住伫美国的国人，8月初时入境台湾。95年7月13号就离开台湾，一直到109年8月4号入境那段时间他常住在美国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他在8月4号到18号是居家检疫。然后8月8号到8月15号是自我健康管理那这个期间事实上是都没有症状。疫情指挥中心讲，这个个案是8月27到上海入境的时阵无症状，验过体温超过37.8度。上海卫生单位离澳采检验出阳性，因为这个个案过去伫美国无症状，也无去看医生，目前知影伊的 PCR、CT 值大过35，肺情况的 IgM、IgG 拢是阳性。这代表伊感染时间至少超过3礼拜，所以伫美国感染的可能性较大。不过这也是过去无到2礼拜，上海伫入境破台时阵发现自台湾移入的第3例确诊比例。那如果真的是个确诊，可是在台湾却没有发病，我们可能也是要追溯一下它的感染的期间来推论，那看看是不是其实是在海关在接触的过程，或者在隔离的过程，像之前越南的部分来讲，虽然他最后被确诊，可是他却是3个隔离1间，那反而是会不会是在隔离的时候而被感染？所以这个部分是需要再做厘清的。指挥中心讲，这个个案伫台湾的期间，如果做居家检疫加自主健康管理，问题应该无大，也会继续追踪个案的接触者是毋是有出现相关症状。这部分也搁伫咧约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风台消息，中度风台美萨继续增强扫上北。气象局表示，美萨未直接添来台湾发海上警报的几率偏低。不过，美萨拜一暗到拜二早起上近晚，外围环流会影响到新竹以北、东部、宜兰地区，美萨也真有机会升做强度风台。礼拜北部天气真好真热，气象局30中昼搁再发布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屏东县、金门县5县市是黄色高温的感觉色灯号。气象局观测中度风台美沙移动速度加紧，30下晡伫恒春半岛东南东方900公里海面上，未来路线未直接对台湾而来。气象局预估31下半日9月7日上接近台湾，不过发布海上风台警报的机会是偏低。明天、后天、礼拜1、礼拜2，北台湾地区会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是增多的，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其他地区的午后雷阵雨范围会稍微比较广一点，也会比较明显。虽然风台未直接对台湾而来，气象局讲受外围环流影响，新竹以北、北台湾地区加东北部、宜兰山区会带来局部顺雨。预估9月11日早起，美沙风台进入琉球群岛，强度增强，可能会变做一笔强烈风台向日本、韩国前进。预期这个台风走了之后，大概下礼拜还有机会在日本南方海面还有热带扰动或是热带性低气压在发展成为台风，大概9月会进入一个非常显著的台风的生成期。另外，气象专家指出，伫下礼拜6、初5，位在日本南方海面有一波新的热带扰动正伫形成，有可能形成第10号风台，无排除9月进入风台形成期。气象局表示，也会继续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内旅游长假也爬山的人也多，所以也意外不断。一个60外号人到登山团体爬台中和平的慈幼山，雪跋落山坎，阿妈棍着伤出动直升机救援。另外，苗栗泰安的中雪山也发生有人摔落山坎，家在拢救起来。直升机沿山势到台中和平慈幼山的新达山处，救援人员甲颔棍仔骨受伤的登山客吊起来。能见度袂歹，不过山区的气流也是真强，要是来回飞2遍才甲人救起来。这位62岁县长的女性登山客，29家登山团体总共9个人去台中和平区的慈幼山，因为爬落去6公尺深的山坎，颔棍仔骨受伤。另外，伫苗栗泰安的中细山，离背后一位姓吴的登山客无顺利爬山坎，救援单位29也出动直升机去救人。不小心踩到那树木。滑，因为我们这几天连日山上都是下雨，所以他可能应该是踩到滑下边坡的。救援人员讲，中西山林道伫咧2日，团讲有一位姓赵的女山友失联，到昨晚也搁伫咧找。第2尾时阵，又搁传出有一位男性的山友爬在山坎，已经甲救起来。登山专家讲，这2条路线比起来，
中细线林道因为放的所在较多，步道拢无修理，较歹行。严过伫最近山林开放，真侪民众想要去爬，拢无注意登山的危险性。来回就50几公里，那并不是说平常人可以胜任的，而且你要重装，只有说山就在那边，用走用行都拢会到。黄兆平讲，真侪新手就是讲爬大粒山甲爬小粒山差不多，拢无注意装备的完整性，也欠缺相关的训练。建议除了爱遵守专业教练的指示，也应该加强山林教育。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宣布，明年起开放带三体素的美国猪肉进口，引起纳入地方首长对策。台北甲侪位南洋首长发要修改自治条例，要求猪肉袂当带三体素。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会加强克查美国猪肉三体素的含量。总统蔡英文宣布，明年一月开放美国猪肉、美国牛肉进口。国民党30股召开记者会，接于2012年总统马英九开放美国牛肉，民进党强烈反对。7月立法院三读通过《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案，莱克多巴胺牛肉解除禁令，不过附带决议，牛肉、猪肉分开，无包含猪肉，也佫有牛肉、猪肉北内。国民党这期蔡英文写过国会，用行政命令直接开放美国猪肉进口。残留量是相当高，第一高的是肺脏。第二高的是肾脏，就是内脏啊、猪脚啊、猪蹄啊、横膈膜啊、大肠头啊，这些都有。为什么没有标准？国外不吃啊。另外，台北市甲地方国民党县市首长也出现反对声音。新北市婚姻官、彰化县这县市也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自治条例，要求3肉精零检出。我们要坚持云林的猪肉零检出，而且是品质保证。真的是总统你改变了整个方向，我们的国民的健康，你能够守得住吗？新北市长侯友宜批评蔡英文无做好健康风险评估。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讲，美国猪肉进口开设国际经贸，而台湾猪肉也应该出口真有竞争力。高雄市会加强克查美国猪肉莱克多巴胺的温存量。根据国际的标准，那在执行上我们也会来确保好，在整个查验这个莱克多巴胺的容许量这边，我们会加强频率，至少会10倍以上。民进党立委陈文平认为，美国猪肉口感吃起来，民众较袂惯势，交予市长家己选择。而民进党发言人严立峰也反击国民党指控，强调民进党立场同款。在2012年 Codex 3肉精温存量标准出来了后，清楚主张相关开放，拢要遵照国际标准、科学证据，坚守台湾人民健康。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扫来看国外，即马通天下已经超过2500万人感染武汉肺炎，有842000人治病死亡。各国政府落动手防疫，德国、英国、法国以及瑞士所有民众行上街头反对防疫禁令。尤其德国有4万人抗议，其中300人因为违反禁令，被警察逮捕。这个被逮捕的民众是伫咧抗议过程中，甲警方发生冲突，向警方弹石头甲干啊。参加示威的民众差不多38000人，因是反对政府的防疫禁令，因拒绝挂水烟、反对疫苗，而且大量人拒接。Wir halten Corona für eine ungefähr normale, schwere Grippe und nicht mehr. Und das möchten wir so besprochen wissen. Die Maßnahmen sind völlig übertrieben. Warum hatten wir die Maßnahmen nicht schon letztes Jahr, vor 3 Jahren, als 25.000 Leute starben? 集会活动后，警方下令解散。警方讲，一直要求大家遵守规范，但讲大部分人拢无照规定。警方推文讲，安尼去做是无选择的。毕竟市政府本来是拒绝这场集会游行的申请，不过最后获高等行政法院驳回。德国担心疫情会变严重，立委宣布无照规定挂水烟的人会罚至少50欧元，差不多代表1700。另外，在法国巴黎最近确诊人数大幅度增加，差不多300万人批评政府强制人民伫咧公共场所挂水烟，有一寡人伫咧抗议时阵就无挂水烟，随后警察包围，并且开135欧元，差不多代表4700的罚单。Et on confine les personnes parce que le masque est un confinement, est une interposition entre vous et moi dans l'échange, dans la communication. 在英国伦敦也有同款的抗议活动，因为另外一个诉求是反对疫苗，让这个新冠病毒已经被扩大。在瑞士苏黎世有1000多人抗议反对水烟，要求重返自由。
世界卫生组织伫咧6月时阵改变水烟使用指示建议，讲有证据显示挂水烟会当预防传染。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山西发生饭店崩陷的意外，当当时饭店内底阁有人客咧食到最生日，也有人当咧看戏，一排最民众互阿妈头甲缀掉咧。根据央视报道，已经有29人不幸，7人着重伤。救援人员自倒去厝内面，把这查某囡仔救出来，现场也看到伫咧接受的看板。中国山西省临汾市上分县一个村内旧新饭店，2高早起厝的厝顶突然间崩来，迄当阵真侪民众伫咧内面食人生日的寿宴，厝顶崩来了，真侪人拢被换台，现场规个拢是冤家的钢筋甲红门头。开发又坏了，他说话了，光听的才里头说话的，快救我，快救我！怎么我老门人家都这样了，没什么关系。中新网报道，村内人若是有红白贴拢是去这间自建饭店。代志发生迄当阵，宴会厅内面有真侪人伫咧拍牌听戏。南方都市报报道，有10大人提前过80岁大寿，结果伊的老伴被救出来时阵已经不幸往生。央视报道讲，这件代志总共造成29人死亡，7个人重伤。当时呢应该是有一场这个酒席，所以呢当时呢很多的这个人过来了。那么目前来看呢，已经是有救出来有43人，但是经过这个排查呢，全村呢大概参加的人呢应该是在30多人，不到40人，但是可能还有一些村外来的人。庆祝活动所变灾难现场，这建筑的品质让人真担心。其实今年3月，中国福建省泉州市也发生过酒店崩起。29个人死亡的重大事故，中国国务院7月份的调查报告认定，建筑物本来只敢4层楼，却违法起到7层楼，造成钢筋挡袂牢，规个崩落。虽然有49位当地公务人员被追究责任，不过人命已经救袂大。记者综合报道。现时国内到机场采检，拢是用明仔载出入南澳康回国。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自9月初开始，该旅客扫出潭南进行采检。指挥中心表示，验南澳康内的潭南敏感度未输验南澳康的细胞，评估采检潭南通减少医疗负担。目前，包括日本、香港嘛，拢是验潭南。指挥中心也提醒，机场入境的旅客若是采检阴性，在检疫的14天内若出现症状，要是通报，嘛再次采检，确保防疫安全。受疫情影响，今年1月到7月的外国观光人数，比去年同期减超过8成。有学者表示，今年规冬外国旅客恐计减超过1,000万人次，经济损失无外4000亿，大约影响 GDP 2个百分点。台北市有名的商务旅馆生意真正是真歹，因为主力客源差不多拢是国际旅客，也是商务客。疫情爆发了后，生意真正是真惨淡，营收甲去年来比较，敢若剩2-3成。不过坐伫等，不如转型找出路。今年6月底，饭店负责人决定转为防疫旅馆，想办法尽量甲经营落去。强调，毋但今年营运无乐观，就算明年恐惊也袂有起色。旅游的客。甚至商务客基本都已经停滞了，很多现在习惯用视讯会议的，疫情后可能对饭店也会造成影响，因为他已经可以解决问题的，他为什么还要飞那么远，花那么多钱？观光局进前已经宣布，继续暂停旅行社带团出国旅游接待外国旅客，而且这摆无光顾解禁日期，形成无限期停团。外国人来台湾，无论旅游也是商务，今年恐惊无法完全解除禁令。根据观光局统计，1月到7月旅客来台人数大约是127万3000人次，甲去年同期比较衰退超过8成。有学者有估，今年来台湾旅客真有可能在200万人次以下。甲去年来台湾的人次比较，有估减少1050万人次。若是以旅客一人平均消费大约37000块计算，今年的观光收益恐惊损失将近大约4000亿。GDP 的话，大概会少掉2%多这样。明年度的游客人数还会比今年还少啊，因为今年是因为1、2、3月哈，还有一些观光客来台湾。
旅游业者表示，外国客无到入来，只好转攻国内旅游市场。不过安心旅游补助方案，行政院暂时3万救急，勉强已经到9月底，不过后续也无到17亿，议员也唔知影伫倒位，引发旅游业者烦恼。呼吁政府落实政策执行到10月，因为旅行社早就已经甲优惠予人客，白纸黑字签约，若是提无补助，对已经落去的旅行社来讲，将是一个重大打击。记者综合报道。在台中一间出名的高级饭店，日前互民众检举环境垃圾，卫生局前往稽查限期改善，而到卫生局阁去稽查，却要是4月专家组，阁多项缺失无改善，也随甲业者罚6万。记者人员详细来看每一个角落，尤其灶开工作台，更加是袂使放松。不过记者结果发现，也是有真侪所在无清气，甚至还有加抓的分只以及虫的尸体，对业者裁罚6万块，而且要求限期改善。也发现有蟑螂、病媒的踪迹以及虫尸，另外有厨余桶未加盖等多项不符规定的缺失未改善。台中这间知名酒店，顶个月被民众爆出灶骹真侪所在无清气，甚至有加抓鸟鼠出没。卫生局前往稽查，要求限期改善。不过，伫这个月29号后早，也是有真侪缺失。食安处依法来开发，嘛要求限期伫后个月6号改善完成。酒店方面嘛坦诚疏失。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们也深感的遗憾。那我们酒店也一直会针对这次的检查会来做彻底的一个检讨。台中市区一向拢是饭店以及镇区，这间酒店，更加是推出高级的服务，而最近各路爆发，更加是吸引了未少的住客。不过连续被爆出灶骹安全卫生有疑虑，学者嘛指出，除了督办环境管控出了问题，人员的教育训练嘛有待加强。就是看他有没有落实他自己对员工的那个卫生概念的训练啦。因为就我所知道，他们的员工离职情况还蛮严重的，所以训练上可能跟不上他们的体质。学者认为，因为员工的流动真大，无都来落实职场的员工教育，是咱管理的盲点之一。除了应该改善环境，嘛应该落实管控。而食安处嘛指出，后续若是火车有关是无合格，将会依法来加重处罚。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在今仔日台北市立动物园替鸟翕团圆圆做16号生日，嘛公布因第2查某囝婴仔妹的名，经过26000多位网友投票，婴仔妹正式号名做圆宝，甲伊圆润润的身材、温和的气质真适配。迎接16岁生日，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大猫熊团团圆圆举办联合生日，好食的水果、冰角鸡卵糕，和团团食个是真欢喜。那因为他们这2个圈呢，其实代表的就是团团还有圆圆，然后加在一起呢，其实是一个无限符号。所以我的这个设计主要是要祝福他们全家人可以幸福满满，然后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不过圆圆也伫做艺内无适合食冰，所以由爸爸团团陪着早起就来到现场庆祝民众，到店来公布6月28出世的猫熊宝宝的名。经过26000多名网友票选，元宝以8782票打败第2名的柔柔幸存。它象征的就是园里面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那有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宝贝，那以及当然也希望大家这个在。即使有疫情的影响之下，大家各种经济的发展都能够顺顺利利。元宝出生已经满60天，体重也来到3552公克。你是元宝大部分拢会家己困伫地球顶面，而且最近也学晓变身，骹手一直震动，圆滚滚实在是有够古锥的。若是发现元宝无细力变身，定去收外口，妈妈圆圆也真细力甲伊加回来，所来摸咧斗阵困。伫众人的祝福之下，元宝上满月啊！动物园有计上紧年底，就互元宝甲大家来见面咯。记者综合报道。中度风台美萨继续增强，有机会升级做强度风台，不过被直接天来台湾。美萨拜暗到拜二早起上近挖台湾，新竹以北东部宜兰地区会受外围环流影响，风雨会较大，大家要注意。咱最好来关心明仔载的天气。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
南部地區25度到32度，東部地區26度到34度，外島地區27度到35度。還有未來3天的氣象。感謝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聞，我是陳富憲，咱再會。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听讲庙会咧新小姐拢真水，我应该嘛是有够格啦。不过要去做礼生，就要先认捌才会点头，才会用力。咱今仔日要讲的就是点头。点头，汉字写作点头，罗马字写作多音丁，可熬头。丁第7调，头第5调。点头是台湾最重要的民俗，伫庙会神明出巡的时，拢会看到因伫街路顶行耍在表演。较接看到的点头有车鼓阵、牛犁仔阵、百家将等等。点头出来时，热热滚滚，锣鼓声响连天，内底百管音乐，会使讲是台湾庙会点头袂使无的。点头会遐热热，是因为有的点头毋但唱歌，搁兼跳舞，像车鼓阵有后场来伴奏，迄对白甲剧情拢真笑开，互人感觉真亲切。还佫有用武术、特技来表演的舞阵，像宋江阵、大桥阵。宋江阵听讲是较早为着保护家己的砖头发展出来的阵头。俗语讲：食肉食三层，看戏看内涵。因为内行的拢知影，三层是上赞的肉，内涵是上好看的戏。台湾车鼓大师吴天罗捌甲车鼓调添词，正做真有名的歌。放盘洗，咱来去放盘洗身躯，来去日轻啊放盘路，放盘洗身躯，洗洗较功夫。嘛有一句粤客仔话讲，台南迎妈祖无奇不有，因为古早台南府城咧迎妈祖，参加的阵头真多，大家拢举家己的旗仔，啥物款的旗仔拢总有。毋则讲无奇不有，旗仔的旗甲奇怪的奇共音，才会讲无奇不有。溜、阵头、车鼓阵、宋江阵、大桥阵、北管，食肉食三层，看戏看烂坛，台南迎妈祖无奇不有。逐摆出阵头来看闹热的人是A A 定定，
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先讲到这，我要赶紧去看顶头表演啦，咱后摆再会。这是公司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